家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来看这台美玲的车是挂着立委专用的停车证，违规停车来霸占着人行道。到二昨的中昼，这台高级的轿车就违规停伫新北市新庄的人行道。这个过路的民众只好是驶过。行落车路是起价甲翕相团上网，来警惕讲有钱买美玲的，无支付停车费，啊敢讲挂一个立法院的停车证，就等于是安心的停车证咧。啊，警察来检视这个画面，确认违规的事实明确，就算有立法院的停车证，也是依法开红单。一台要400万的进口车停伫婚宴会馆的门口，将人行道占去，民众要行只好驶去到大路。车顶有立法院的停车证，过路人真生气。现在好像都是透钱了，挂了立法院的牌子才可以随便放。你有碰过吗？有啊，开这个车子的他们没水准嘛，这个很恶劣，又有钱又不做好事。网友翕相铺上网络，骂讲有钱买好车，无支付停车费。不过看一个真，这张立法院的停车证已经是2年前的。助理都可以申请，我老公还是老婆在用啊，囡仔在用啊，人都按签证。工作人员讲，为去年开始涉水，逐年拢会变。佫讲有立法院的停车证嘛无路用，有几共款的开罚单。在禁止临时停车处所停车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本分局将依法举发。其实英国嘛捌发生过车主挂立法院停车证度乌白停车，连续3个月一停就超过10天，害生意人袂当做生意，甚至要超跑违规停车，嘛放一张立法院车辆的出入证。不过立法院无承认这个车主涉嫌伪造文书，只声想要省细条的，恐惊爱开大条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